妹妹啊，是妹妹吗？弟弟？弟弟妹妹？两个哦。惊喜！爸爸肚子里面有弟弟妹妹哦，是吗？是不是？嘟嘟，爸爸是弟弟妹妹啊？啊，弟弟妹妹啊？你讲弟弟妹妹？阿翔哦，阿翔是妈妈生，妈妈肚子生出来。啊，爸爸肚子是弟弟啊，妹妹啊？弟弟啊，搁要弟弟哦，唔通啊，遐侪弟弟要创啊？妹妹啊，弟弟啊，妹妹啊，弟弟啊。要妹妹啊，要弟弟啊，生。阿生。阿生。妹妹啊，弟弟。要妹妹啊，要弟弟，伊怎好讲妹妹？对啊，你著讲，伊出先对你讲头一句的啊。后壁句，后壁句，因拢会讲后壁句。阿生。弟弟啊，妹妹。弟弟啊，妹妹啊？叫弟弟啊，妹妹啊？有啊啦。啊，妹妹啊，弟弟啊？伊对你讲台语。